喊么？啊，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哎？我说有喊有空，你有空吗？彤彤姐姐，我没有空哦，我要看书。好吧，没喊没空，那我只好问亮亮了。彤彤姐姐，你要问我什么啊？亮亮，你有喊吗？可以帮我倒厨房的垃圾吗？拜托。好啊。耶！我倒好了。哇，亮亮，你好棒哦！那么，你有喊吃蛋糕吗？耶，好哎，我当然有喊哦。是吃点心吗？我也有喊，我也有喊。可是我只有1块点心哎，刚刚问你，你说没喊没空，那我只好给有喊的亮亮吃哦。那个是因为，哎呦，好啦，我下次再也不偷懒了啦。有喊有空，有喊有空。点点，你待会儿有喊吗？有喊啊！太好了，那我们去逛街好不好？好诶！没喊没空，没喊没空。彤彤姐姐，你的包裹来了耶！啊，点点，我现在没喊，你可以帮我去收包裹吗？你的电话也响了哎！啊，可是我现在真的没喊，你帮我接电话，说我在忙，我等一下再打给他啦。有喊没喊，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记住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加我哟！